朋友早，欢迎收看公视第几台10月17早起新闻，我是朱永晓。咱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这个新北上溪的好霸潭，因为昨下晡熊熊上大雨，地处这个溪水填大楼，31个参加自然体验活动的民众，6个人被大水冲无去，消防出动8人来透明抢救。即摆上新的消息，就是亲像咱画面看到的，救援人员有获到一个遗体，是一位45岁的男性，伊无生命现象，目前是已经送病院。山顶乌麻麻，用手电才看到窜落的溪水。救援人员伫咧形陷遮尔深的溪水内面继续找人。新北市上溪区好霸潭16溪水涨起来，一阵正一日参加大自然体验营的师生家长总共31人。因为伫山区拄着大雨回头，所以好霸潭古道被涨起来溪水冲走。双北的学校的孩子都有去参加就对了。都有，新北市也有，那个台北市也有。他总共有31位的，他现在就是在找，就是有苏联的那几位。钓伫咧好霸潭对岸的13个人，尾也顺利救出，有一位9岁4王的查某囡仔，也规身躯拢落过门，家己走出化救人。目前失踪的6个人，包括11岁姓刘的学生、8岁姓刘的学生、9岁姓蔡的学生、15岁姓陈的少女、48岁姓陈的少女的老爸、45岁姓张的民众。新北市长侯友宜也赶来慰问师生。那你放心，我们的全力跟随，我们全力以赴，好不好？好，我们的全力收成，好不好？那么在这里休息一下，我们现在所有人都调上来这里，沿着河边在沟通。新北市动员上100名警消，伫烟花设立几落个点，透暝伫咧找6位失联的民众。因为6位内面有5位是台北市民，1位是新北市民。台北市长郭文铁暗时也到现场了解情形。这边可以到那个岸上那边，刚好去看，那个水我觉得水没有那么深。台北市议员耿辉讲，家长是对 FB 社团立即报名参加营队。FB 顶头大方自然体验营的简介，看起来敢若是有补习班的性质，所以对象也拢是学生甲家长。因过调查了，发现唔是台北市立案的补习班。出代志了后，暗时10点半 ，FB 已经封起。侯友宜讲会启动调查，查清楚负责嘅天台地方自然公司的员工，刷对的人敢有相关的证照。记者综合报道。说落来，咱来关心城中城大火高雄这案的进度。针对涉嫌过失致死的这对侦判，即马是一个人收押，一个人交保。虽然这条案会当讨民事的赔偿，不过涉案的人恐惊也是赔袂起。市府也承诺讲，定着安大受灾户，目前也已经募到1400多万的善款。地着头顶穿好装备，消防人员早起搁再入去现场，除了甲迄间可能有遗漏的装备摕转去以外，也搁再每一站来确认状况。当然，经过有什么异样，我们还是会看的。对，因为我们那一天原则上都有做几次的再次搜索。现场早起搁开放民众登记现场提回财物，毁损上严重的1楼2手的电器行，头家一家人虽然无住伫遮，不过做生意的工具拢被烧了，损失是几百万块，工课价强要扣出来。没办法，没时间去怨天尤人啊！现在遇到就是看要怎样过这一关。行大伫个古洞第2行后壁房间的姓黄甲姓郭情侣，因为有真大嫌疑，检方依照2人牵涉。烧毁主体甲过失致死者罪嫌，伊个认定姓黄的查某人有串证走路嫌疑，造成罪人死伤，先押禁见核准。姓郭查某人是以6万块来交保。明知点燃沉香，离去前应注意火苗有无完全熄灭，竟疏于注意，也明知黄姓被告有点香不予熄灭之习惯，竟也未予提醒。真的很冤枉。因为涉案的2个人拢对我讲，家己真冤枉。2个人牵涉过失致死罪，相当是5年的刑责，也互自豪真不满。不过调查过程并无发现挑工放火这酒精这物件，也由他深入来调查。判死刑啦！迄时我屋40几个拢毋是人命吗？咱毋是爸母生吗？
一摆迄小厝被害者家属除了在申请犯罪被害补偿金以外，也是依照这个民事的方式来要求赔偿。不过，恐惊两个人名下没有伤济财产，就算判赔，家属也可能提无钱。不过，市府答应照顾住户，除了补助租厝，也是2000的民众半年9万块的租金，也开设捐款的户头。另外，到15为止，捐款已经达到1451万。记者综合报道。这摆城中城火疫造成46个人死亡。家属转去大楼引魂，现场是互人真唔甘。这栋大楼目前已经升断水电，但今晚也讲会优先考虑公共安全，要摆拄强制拆掉这栋大楼。地基引魂的所在，11人互医护人员送上救护车，因为过度伤心，气喘袂过来。拜六下晡，家属重回火场来引魂，希望过身的亲人一路好行。那在黑暗中这样子逃生，然后也看不到，就这样死掉。大火造成46人死亡，大楼安怎来处理？市长陈其迈强调，以公共安全为优先的考虑，更加无摆除强制来拆除。整栋大楼大概全面都断水断电那申请水电的那个恢复，可能还有一定的程序啦。公共安全的这个部分作为最优先的一个考量，当然也不排除。当地里长讲，若是要拆，爱考虑住户安置，也有赔偿问题，加上这产权复杂，恐惊爱协商真长的时间。你要给他硬点再拆，要给人家一个合理的补偿嘛。另外，民生粉砖高雄好价日也分析，城中城的历史甲都市发展的记录，指出安全需要代价。亲像防火设施，也有夜水系统，拢要由住户来负担。不过，像城中城内底袂少住户拢是经济弱势人，根本无才调来负担。建议政府以老市区的精神，为老大楼介绍民间的资本优先，也有法规改善这面向来思考。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邀罗南去病院关心城中城的伤者，也去替不幸离开的人来念香。总统表示讲，已经请内政部加强这个建筑物的消防安全检查，也讲这栋旧大楼都市更新的问题，得要赶紧处理。那后续的事情我们都会帮忙，所以高雄城中城大火，总统蔡英文在罗南高雄探视相关。高雄市长陈其迈专程陪同，连走3间病院，随后佫到高雄市立殡仪馆向罹难者上香致意，表达哀悼。里面的行哀鞠躬，请鞠躬。总统蔡英文除了慰问受伤的人甲家属，也感谢第一线警消医护辛劳。佮强调中央一定会用上紧的时间，甲县市政府合作，全面计算自伤混合大楼，建立必要社区管理系统，佮加速处理公办途径。我已经请行政院以及内政部全面检讨强化建筑管理、消防检查跟都更围绕制度不足的地方，并且用公办都更，我们来加速处理这一些大楼跟建筑物的问题。高雄城中城大火造成46死40以上，监察院也高度重视。3位监委施金峰、王丽珍、叶宜珍已经针对大火案立案调查。才刚立案，有没有什么行政作为上面的疏失？但是现在在调查中，我们没有预设任何立场，努力去厘清整个真相。对我来讲，我作为大家长市民的任何的受到的伤害，都是我的责任。该接受调查的部分，我也不会回避。那我会负起我的责任。高雄市长陈其迈再度向死伤者家属鞠躬道歉，佮强调袂回避。接落来半年，会安置每一位住户，解决大数问题，也会就后续老旧归楼的处理制度的改革，尽应该负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看《中国时报》。根据这个 CNN 的报道，因为中国军机时常来扰乱台湾，有台北的官员就讲，拜登政府甲台湾的官员早就咧讨论要想卖这个美国制 F-16V 战机予台湾的可能性，咱也咧争取明年会当摕到头一批。来看《自由时报》，屏东的国人病院有一个检验科的主任，涉嫌用病院的器材，家己违法接案赚阿杂钱，竟然阁赚上千万。检方以背信罪、嫌疑重大，阁有可能消灭证据等等的罪名，来向法院声押核准。落尾是联合报，阳明山因为都市计划管制，这个房地产是真歹开发，厝价也真贵，
或者是按算讲针对2大保护区要来起厝，佮要招2万人来住。4到一半，阳明山就变作是好野厝满满是的小镇，生态可能互破坏，交通也会乱糟糟。过来，咱来关心疫情。昨有10个带病入境，佮有1个本土病例。这个本土是一位印尼的移工，伊的 CT 值是真悬。指挥中心判断讲，这站应该是和新北5月份的工课场的群聚有关系。另外，进前2级警戒延长到明仔载。指挥中心也讲，室外运动挂喙暗的规定可能会搁放零，今仔日就来说分明。国内新冠本土疫情16摆啦增加1个本土病例，1644例是印尼籍30多岁女性产业移工，集会中因为离境需求，自费采检才确诊，CT 值37.3，采检时无症状，也着发现真可能甲新北5月下旬某集场群聚有关系，后续将进行基因定序甲验抗体以厘清感染源。它的这个血清抗体的检验结果是有阳性那 IgM 跟 IgG 的部分。我们也在后送，请医院这边把检体送到我们昆阳实验室。本土疫情渐渐稳定，加上全国日期警戒延长到18后礼拜1到期，外界关心敢是有机会搁降级，还是搁放宽相关规定。指挥中心表示，户外运动有希望免挂喙暗。针对户外运动口罩这部分，会有一些可以例外不用戴口罩的情形，会跟大家做报告。另外，中央规划第12期疫苗，包括提供55岁以上民众为19起有药注莫德纳第2期，杨国北市却提早宣布为16起开放65岁以上长者甲55岁以上关注民有药注莫德纳第2期，互外界集齐。中央甲地方部强调。我们跟中央是挂在65岁这一条线上面，所以我们优先让65岁的长者能够来就近在我们的合约诊所来追踪。那今天9点开始预约，情况非常的踊跃，才10分钟就有3万多人预约成功。中正上回应北市府的做法算是体贴长辈。另外，指挥中心提醒，第12期拢总有3种疫苗开始做，分2阶段进行。为后礼拜18起，分流有药甲注射。那11月有有莫德纳9岁有机会，和莫德纳第2期全部做完。另外，春的莫德纳是会考虑开放做莫德纳第1期，也毋无考虑做无蛋白。若要做无蛋白疫苗，会以 BNT 为主。记者综合报道。这个公费的流感疫苗对这个月开始做，这阵已经有140万人来注射，到当时通报2例疑似是注射完死亡的案例。另外，伫台中也有一个74岁的时代，疑似是注完第2档 AZ 了后死亡，这个死因搁爱厘清。公费的流感疫苗初一开始做，不过台中确实传出疑似注射流感疫苗而死亡的案例。10月5日接种流感疫苗。家属表示接种后无不适情形。10月6日在家中发现无呼吸心跳，经送医后已死亡。台中市卫生局初步了解，这18人有高血压这慢性病的病史，初步判断死因是因为心血管的疾病向有发作，已经协助家属提出受害申请。不过是不是甲疫苗相关，也要来调查。根据台中市卫生局统计，到16早起8点，已经注射流感疫苗的有13万9千多人。不良的反应通报数有4案。指挥中心表示，公费的流感疫苗开始做到即阵，全台总计超过144万人来注射。到即阵为止，总计有2则疑似注射了后死亡的通报。一般都是12到13万的流感疫苗在施打，所以目前都还算稳定。另外，台中市也新增加1名74岁查甫人，注完 AZ 疫苗第2剂了后，疑似感到不良的反应而死亡。9月15日接种 AZ 疫苗第2剂，在9月21日出现发烧、呕吐等症状，经送医后在9月30日死亡，死因为肺炎并呼吸急性衰竭。根据台中市卫生局统计，到16早起8点，疑似注射疫苗通报不良的反应的 AZ 有663案，莫德纳疫苗也有759案。另外，疑似注射了后死亡的总共有124案，注 AZ 的有99案。注莫德纳疫苗也有22案，除了协助家属来申请受害救济，是毋是甲疫苗有相关，嘛要进一步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世界医师会的会员大会拄结束，不过这个中国又搁打压咱台湾啊！因为医师会提案，讲要取消
支持台湾参加 WHO 甲 WHA 的决议文，加在落尾各国是以正悬的票数通过支持咱台湾参加。咱的防疫成果是好还是歹，这是世界同人知。台湾防疫成绩真好，却伫国际上定予中国打压。世界医师会 WMA 会员大会伫台湾时间10月11到15，伫英国伦敦用视讯方式举行。中国医师会提案取消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 WHO 世界卫生大会 WHA 的决议文，加在经过各国的评论了后，最后以99票比19票否决这个案。各以91票比16票通过支持台湾参与 WHO、WHA 的决议文。代表全球医师的专业与良心，也彰显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攸关全球公卫健康的重要议题，同时也展现台湾优质的医疗专业以及成功的民主防疫模式。外交部表示，世界医师会有115个会员国，是全球上有规模的医师专业组织。多年来坚定支持台湾参与 WHO， 捌伫2005年通过 U5 决议案，即摆再度通过支持咱国参与 WHO 的决议文修正案，真有指标性的意义。因为世界医师会的决议文是10年检讨一摆，所以经过即摆的会员大会，世界医师会支持台湾参与 WHO 甲 WHA 的决议文修正案已经定案。按照章程规定，10年来中国医师会无阁有否决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看阿富汗。这个月15日，伫当地大城市坎达哈，有一间清真寺，有侪信徒咧做礼拜的时，竟然有人走来放炸弹做自杀的攻击。这个事件致使至少47个人牺牲，70个人受伤。落尾 ISIS 也承认讲，这条就是因所做的。坎达哈的比比法提玛清真寺15下晡开完世界派回教徒参加主末日的主礼，两名自杀炸弹客开枪甲门口的警卫弹死，一个人伫大门口，另外一个人是走到内底双双来引导身躯的炸药。清真寺轰炸甲四界拢乱七八糟，满地拢是罹难者的尸体，边甲条啊四界拢是血。事后了后，恐怖团体 ISIS 在社群媒体讲，这个爆炸案甲顶礼拜北部昆都之死60多人死亡的世界派清真寺爆炸案相关，拢是因所做的。ما تا چه وقت خون بدیم تا چه وقت غم بدیم جرم ما چیست همه رو دنیا برسانیم ما مردم شیعه ما مردم افغان جرم ما چیه که قرار شهید داده رسیم 位在南部的坎达哈是阿富汗第2大城，当时也是极端宗教团体塔利班的发源地。伫遮发动攻击，毋但对境内世界派少数族裔产生危害的作用，也写入塔利班所讲的要掌控全国治安的讲法。塔利班甲 ISIS 相反属有逊尼派回教徒，毋过甲 ISIS 看作是敌人。被击掌权以来，讲要保护所有族裔甲教派团体。世界派占阿富汗总人口1成左右，绝大多数是哈扎拉族。长久以来，逊尼派极端分子甲世界派看作是异端，一直来进行攻击。现在巴基斯坦甲阿富汗也是一直遭受歧视甲迫害。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咱镜头转来台湾，全国运动会对昨起稿咧办到10月21，开幕典礼伫新北，这届是由亚东的选手陈文辉代表运动员来宣誓，阁有网球的选手罗冠勋和跆拳道的选手罗嘉玲做伙甲这个盛会点火倒。2021年的全国运动会昨暗伫这个新增的体育馆开幕，东京奥运的选手罗冠勋和罗嘉玲做伙甲盛会点火倒，以新创的数位角色新白女神这个动画拍头阵，展现特殊的科技效果。这届全运会无开放观众入场看比赛，不过大部分的比赛拢有直播，民众会使伫厝的看选手替因的出众的表现来加油。说到来咧，咱来关心在地消息。最近便拿到这个尾阿嬷妈祖的天边就会出现青色的光影，无疑过这竟然是中国渔船专工用来下游鱼的手段。伊毋但违法扫过界来掠鱼，阁损断咱台湾的渔业资源甲生态，这实在有够恶质。看向远的所在，规片海面敢若出现奇幻的灯光影，不过这款的景色毋是极光，而是中国渔船为着掠流鱼所点的一皮灯。在大陆的沿岸工作，
大陆的海域范围内，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限制他们。我们的会比较偏白，他们在渔业设备上更新的速度比较快，绿色的 LED 灯比较亮。4月开始，在6月、7月到达最高峰，今年看起来8月、9月也是蛮高的。在地民众表示，最近是较少，不过前几个月差不多每天暗时拢有几啊10只，甚至几啊100只渔船，伫台湾海峡中线一带伫航行。和马祖群岛有真侪所在，拢会使伫暗时看到这青光的景象。华盛顿邮报讲，这亲像两花另外一类流鱼的游戏。这种青光若威胁渔业，对观光来讲也袂少伤害，不过地方确实无法度。那在观光方面，因为马祖长期以来有许多夜间的观光活动，包括晚上要观赏蓝眼泪、暗空公园的认证，进入6000公尺限制水域的中国大陆渔船，那我们是可以进行取缔。那但是对于说，不管是中国大陆或是我们本国的渔船来过度使用灯火渔业，我们是自己在马祖是没有相关的规范。民进党立港关东部主委李文基说，这阵灯火渔业渔船主要在6000公尺限制水域外口作业。不过马祖也是欠缺灯火渔业的管制条例，应该明确订定相关的规范。中央甲地方也应该用各种方式向中国官方表达光海问题的严重性，避免渔业甲观光的产业继续受到这青光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镜头阁来到一个新竹市，最近有民众违法伫东门城的后城河偷偷放一个美国小龙虾，结果这个小龙虾煞大生团，市府也赶紧来处理，结果短短5天就掠到超过3000只。网仔对水内底凊彩一糊，就掠到几啊只美国鳌虾，边仔的桶仔内底数量阁较惊人，因为民众不懂放生，美国鳌虾已经伫后城河内底大量探种。这5天的时间，起雾得了超过3000只。水过后呢，哪边河边钓来这边放生的。那他们放很多吗？不一定，有一些家长都会带小朋友拿那个小网子去抓那个鳌虾。美国鳌虾真高生团，佮加上破坏力强，会危害生态环境，只有呼吁民众千万唔通随意放生，若无依照野生动物保育法处罚。5天清除了3000只的美国鳌虾，数量非常的大。那我们这里在这边呼吁民众千万不要把美国鳌虾丢到我们的护城河。根据《野生动物保育法》第32条的规定呢，要处以5万到25万的罚款。市政府表示，美国鳌虾大约在1982年入来台湾，因为肉一摆，互人随意放生，严重影响环境。过去各地拢有传出过灾情，嘛干扰原本平衡的生态。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生活报马仔来看渔港看过失地情的时代，时常要面对因西性地乌白错，甚至佫会甲人拍，实在真辛苦。毋过佫无补偿处理，即马社工就用时薪来开课程，教一寡照顾的美感。依据内政部甲卫福部统计，台湾65岁以上老人每12个人，大约有1人有失智；80岁以上老人得到失智症的比例是更加悬，每5个人大约有1名失智。患者头脑退化，理解代志的方式来改变，情绪有当时也袂歹，有当时也是真歹，造成看护渔港是真歹过。民间机构受到台北市劳动局委托，时薪来开班，邀请请的人甲渔港来熟识，鼓买衫卖机卡。包含面大笑容，也有甲老大人讲话时阵，甲伊对看，亲切甲伊讲话，食饭啉水去便所先问伊，得到老大人的理解。不过也毋通甲伊吓惊，莫逼伊，莫惊伊，甚至老大人时空错乱的时阵，陪伊来演出戏也无要紧。其实我们就是在演一出对手戏。爸爸今天演的是失火这一出，也许我们就跟着演下去。好，那其实现在长辈有个状况，过一阵子后，他可能就忘记这个情境，所以转移情境也许是一个办法。授课内容凸显渔港唔但负着照顾责任，也常常排着情绪劳动的责任。所以讲开班的目的唔但是训练渔港，也希望讲请的人会使有加一码体谅。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道在，咱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天气资料。北部地区是21度到24度，中部地区是24度到29度，南部地区是23度到30度，
东部地区是22度到27度，华岛地区是20度到27度。再来到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朱英晓，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